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南28歲女警遭追弄死亡，家屬是非常的傷心。啊，互家屬真不滿的是，弄到女警的迄個20歲女大學生，弄到人的第一時間，竟然是先看伊的機車是毋是有故障。女警無緣的大家是真氣憤，講這個女學生實在是真差真拗骨。人命哎，是人命哎，我妹妹哎。台南28歲細地女警遭弄死，這賣車禍畫面也很光，家屬是看甲心肝脆鼓鼓。聽到消息的時候是幾乎快要昏倒，都要走路都要撐着，這樣人都已經躺在那裡了，怎麼可以去看他的車子？女警的阿姊看到掉水起司落車了後，第一時間竟然是先去關心伊的車，氣甲話講，迄是一條人命呢，太細攏無要無緊。女警的阿兄甲小弟是艱苦甲話攏講袂出來。害了多少個家庭，2個媽媽破碎的心，我們2個家庭都缺一角了，就缺一角了。這場車禍甲女警甲親人拆分離，也害兩個家庭起角，外界也看到真唔甘。他的行為真的很差勁，很差勁。我也只能講，他的父母連一句道歉的話，帶着女兒跟我們家長講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。無緣的大家，兩蕊目睭哭甲紅摃摃，專程佇邊仔甲女警的老母插咧，講女大學生做人家毆打。因為媽媽她癌症化療，她的身體也比較不好，找她有聯繫說想要帶她過來上個香，我們就先拒絕他們這樣。張家屬總算是接到肇事者老爸電話，不過因無要讓對方來念香。我們還沒想到說希望他怎麼做，我們是覺得他不應該這麼做。可以說吃火鍋這些是我們有看得到的。這個我們還沒有證實。這賣對家屬來講，敢若希望會當好好送一個警戒的天使，行最後一段路。後續的責任都交予司法行因一個公道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